晚上好，欢迎收看2月21号星期天的马新社华语新闻，我是秦木琴。您是否知道，每逢星期六，总有一群人走在首都的街头，为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提供食物和免费的医疗服务？这群人就是藏传佛教组织克切拉 Kechara 香积厨的志工，他们就是取之社会、用之社会的最好典范。Every week, every Saturday night, we start about 9:30 to start packing up all the food, and then all our volunteers will leave our center about 10:30, 11 o'clock, and we will go to different parts of Klang Valley, like here in Chowkit. We also go to Masjid Jamik, Masjid Negara, Puduraya. 克切拉香积厨负责人如比指出，香积厨是一个社区行动组织，结合了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义工，每逢周末都会风雨无阻地在首都吉隆坡市中心发放食物给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因为香积厨坚信饥饿不分疆界，所以他们的布施也同样不分种族、性别、宗教及文化。如比指出，香积厨今年5月将在吉隆坡市区中心设立一所永久的施食处，这么一来，香积厨就可以更贴近在繁华闹市中需要帮助的贫困人士。除了可以提供食物给流浪者之外，香积厨的办公处还可以充作庇护所，给予流浪者辅导，鼓励他们重新学习独立自主的生活。